食重鹹，食重鹹就是咱食物件吼，無愛食遮清正，愛食較重口味、較鹹的吼，安尼才有感覺好食吼。啊，這是咱人吼年紀漸漸增加吼，真普遍的現象吼。你看足儕老人吼，不知不覺攏足愛食遮韭菜吼，遮重鹹的物件。原因就是講吼，伊即個喙齒吼對即個鹹啦、甜啦吼，攏慢慢啊伫退化，所以無比人較甜，無比人較鹹吼，伊食起吼無感覺，嘛袂感覺好食吼。食重鹹即句抑閣有用伫一個所在吼，就是講你比例大部分是比例查甫啦吼，查甫就是講吼，甲即個查某朋友吼，伫鬥陣啦，伫耍啦吼，伫佚佗啦吼，伫做代志的時陣吼，胃口愈來愈大吼，嘛記得吼。無較刺激嘅安尼吼，袂爽快安尼，所以這嘛叫做食重鹹。閣有一個情形嘛是佇諷刺查甫啦，就是講女朋友一個交嫁一個吼，嘛人家諷刺講吼，即個查甫真食重鹹。